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係路德會救恩堂嘅陳小蘭教士。今日呢係預苦期第4主日後嘅禮拜3。今日要同大家讀嘅經文係記載喺路加福音20章9至到19節。請先聽我讀出。耶穌用這比喻對百姓說：有人開墾了一個葡萄園，租給園戶，就出外遠行，去了許久。到了時候，他打發一個僕人到園戶那裡去，叫他們把園中當納的果子交給他。園戶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園主又打發另一個僕人去，他們也打了他，並且侮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園主又打發第3個僕人去，他們也打傷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葡萄園主說：我要怎麼做呢？我要打發我的愛子去，或許他們會尊敬他。可是園戶看見他，彼此說：這是承受產業的，我們殺了他，產業就歸我們了。於是他們把他迎出葡萄園外，殺了。這樣葡萄園主要怎麼處置他們呢？他要來除滅那些園戶，將葡萄園轉給別人。聽見的人說：絕對不可。耶穌看着他們說：那麼經上記着，匠人所丟棄的石頭，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凡跌在那石頭上的，一定會跌得粉碎。那石頭掉在誰的身上，就要把誰壓得稀爛。文士和祭司長看出這比喻是指着他們說的，當時就想要下手拿他，只是懼怕百姓。呢一個係耶穌基督所講嘅一個比喻，但喺比喻嘅背景究竟係講緊啲咩事呢？原來當耶穌基督佢騎驢進入呢一個耶路撒冷嘅時候，當佢入到聖殿，呢一個被稱為萬國禱告嘅殿，竟然變成了賊窩，好多人喺裏邊做買賣，賣鴿子兌換銀錢。於是耶穌就做咗一個清潔嘅潔淨聖殿嘅大行動。咁當然啦，呢一班嘅文士、祭司長，甚或者一啲嘅長老們、法利賽人們，當佢哋見到耶穌嘅舉動嘅時候，佢哋好嬲。咁於是乎佢哋咧就行去問下耶穌：你憑着乜嘢嘅權柄嚟做呢啲事呢？耶穌咧選擇唔要正面答佢哋，佢咧就用反問嘅一個題目嚟到問佢哋。佢話：你想要我答你都得嚇，你先答咗我先啦。施洗約翰佢幫人施洗，佢嘅權柄由邊度嚟㗎？係由上面嚟嘅，定係由人間嚟㗎？呢一班嘅文士、法利賽人、祭司長們彼此商討。如果我哋答係由天上嚟嘅，咁耶穌就會問我哋：咁點解我哋唔聽約翰所講嘅呢？佢話喺佢後期來嘅有一個比佢更加有權嘅、有能力嘅，就算施洗約翰同佢提鞋都係不配嘅。呢個咪講緊耶穌咯。咁佢就會話：點解我哋會唔信耶穌呢？但係如果我哋話：施洗約翰嘅能力係由民間嚟嘅，咁我會得罪好多百姓㗎喎，因為好多百姓都相信施洗約翰係先知嚟嘅。於是乎呢一班嘅文士、祭司長們，佢哋商量咗之後，我哋都係選擇唔答，我哋唔知。耶穌就答佢哋：既然你哋唔知，咁我亦都唔會答你，我自己嘅能力由邊度而嚟嘅。耶穌唔選擇正面去答呢一班人，究竟佢嘅權力由邊度而嚟，係因為耶穌知道呢一班人打從心裏就已經唔相信佢。但係代表耶穌唔答呢？唔係嘅，
於是乎佢就講咗呢一個惡園戶嘅呢一個嘅比喻。喺呢一個比喻裏邊，佢話有一個人開墾咗一個嘅葡萄園，佢就租俾一啲嘅園戶，然之後自己去咗旅行啦。咁當然啦，開墾葡萄園嘅所指嘅就係我哋嘅天父上帝，而呢一個嘅葡萄園所預表嘅就係一班嘅以色列民。咁個園戶呢，當然就係呢一班嘅管理人員啦，文士啊、祭司長啊、長老們啊。佢話當呢，佢要適當要收果子嘅時候，呢一個嘅園主派咗僕人嚟。第一個派嚟嘅時候，俾呢一班嘅惡園戶打咗出去。第二個嚟唔單止打，甚或者侮辱佢，再叫佢空手回去。而第三個呢，打傷咗佢，將佢推出去。呢個園主就喺度諗，我仲有咩辦法呢？於是乎佢話：我叫我嘅愛子點都會俾翻幾分薄面啩。但係點知當呢一個愛子嚟到嘅時候，呢一班嘅惡園戶佢哋諗計，呢一個係承受產業㗎喎。如果我哋將佢殺死咗，咁地咪我哋㗎咯。因為當其時喺猶太嘅一啲嘅律法裏邊，係當一啲嘅地如果冇人去領，係冇人去承受嘅產業嘅時候呢，任何一個人邊個早啲去領呢一個嘅土地呢，就係邊個嘅。於是乎佢哋就係想霸佔呢一個嘅葡萄園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聽到呢一度嘅時候呢，我哋不如嘗試反思一下，上帝同樣地都將塊葡萄園交喺我哋嘅手上面嘅喎，我哋嘅身體啦，我哋屬靈嘅生命啦。我哋有冇好好地嚟到打理我哋呢一片嘅葡萄園呢？知道最近呢，好多都好興旺嘅，大家都會想要北上揾食，係咪啊？我哋係咪日日都去，或者個個禮拜都會去大魚大肉拆餐勁嘅？定係最近都有好多人都喺個食材上面都要揀擇啲，係咪啊？對身體好啲，有唔同嘅斷食法，有唔同嘅飲食嘅療法，以至到呢可以身體再健康啲。我哋係選擇邊一種嘅方法嚟到對待上帝嘅葡萄園，我哋自身嘅身體呢？除咗我哋嘅軀殼，除咗呢個園地，我哋點樣嚟到牧養我哋自己嘅屬靈嘅生命呢？喺我哋嘅屬靈嘅生命裏邊，我哋點樣餵養？我哋食啲乜嘢嘅食材，以至到呢，我哋可以喺我哋嘅屬靈嘅生命裏邊結出神嘅果子呢？結出屬靈嘅果子呢？抑或係我哋好似呢一班嘅惡園戶咁樣，我哋將耶穌趕出去我哋呢一個嘅葡萄園，以至到我哋任意妄為，我鍾意食咩食咩，我鍾意做咩做咩？定係我哋喺我哋嘅生命裏邊，我哋有耶穌基督嘅同在，以至到喺我哋嘅生命裏邊，我哋靠住耶穌基督喺當中嚟到令到我哋有屬靈嘅果子嚟到產生呢？我哋選擇用邊一種嘅方法嚟到牧養我哋自己呢一個嘅葡萄園呢？就好似喺聖經裏邊第20章嘅17節，耶穌看着他們說：那麼經上記着，像人所丟棄嘅石頭，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。呢一班嘅惡園戶有眼不識泰山，呢個匠人呢，就係所預表就係呢一班嘅惡園戶，呢一班嘅文士祭司長們，佢哋唔識欣賞耶穌呢一塊嘅基石，呢一個嘅頭塊嘅房角石，而係當佢係一塊邊邊角角嘅石頭，將佢丟棄咗。弟兄姊妹，當我哋自己嘅時候，趁住呢一個預苦期裏邊，我哋反思一下我哋嘅生命。尤其我哋嘅屬靈嘅生命時候，我哋係建造喺邊度呢？我哋建造喺耶穌基督呢一塊嘅房角石上邊，呢一塊嘅基石上邊，就好似佢所教導嘅，我哋將我哋嘅房子建造喺磐石上邊，將個根基紮喺呢一個磐石上邊，定
定係我哋將佢建立喺沙土上面，甚或者我哋將佢趕出我哋呢個葡萄園呢？盼望喺呢一個嘅預苦期當中，我哋都可以紀念到耶穌基督為我哋釘十字架呢一個嘅救贖，亦都係令到我哋喺自己嘅生命裏邊嚟到反思一下，究竟我哋嘅生命，我哋真正嘅主宰係邊個呢？係我哋自己，抑或呢一個主權喺上帝嘅手裏邊？係耶穌基督與我哋同在，係活出聖靈嘅果子，定係我哋自己話事呢？盼望喺呢一個嘅分享裏邊，願意有得着，願意聽到天父嘅話語，願意天父嘅話語可以祝福到大家。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、天父上帝嘅慈愛、聖靈嘅感動，常與大家同在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阿門。